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们从我谈到一句话讲，生发地杯啊，从来冇缺少奖，但是缺少是有一发现一模。尤其是人家听我哋关无限制造的生发地杯，我哋常常会无限多，其实唔係講生發地杯有幾多貴獎嘅東西。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來自我哋花蓮嘅金工工藝師楊開築先生來到我哋現場。伊喺前面嘅客家文化嘅過程地杯呢，伊發現了一啲台灣嘅客家傳統嘅產法。伊發現到講有產法地杯係我哋客家地杯、我哋客家文化地杯最強嘅一部分。咁我一般嘅認為呢，我哋馬上分享我哋開築先生來到我現場，同時同人講乜嘅人哋客家嘅產法，我哋馬上分享我哋開築先生。大家好，我係來自花蓮嘅楊開築。所以我哋咧開築先生來到嚟現場啦，嗬，因為我哋一開始時咧，一路已經有講到講唔知個係專門做我哋咧傳統嘅客家嘅產法嘛，嗬。但是這節目一開始時間，你們同我哋觀眾朋友先這個自我介紹一下好嗎？我其實是來自花蓮的，那主要是其實做傳統的一個金工工藝，那也在後來的機會才接觸到所謂的客家產花，那覺得客家產花非常漂亮，所以當時就覺得我們應該身為工藝師，應該要好好的學習這項技藝，然後有機會的話用不同的方式去傳承，然後創新這樣子。但是我感覺到講過神奇講，你這個喺前客家文化過程地方。是什麼樣的機緣開始讓你去遇到這個客家產花？先從我生長的環境來講好了，我們其實在花蓮很多原住民，然後也有客家人，也有閩南人，當時不會特別覺得說自己是哪一個種族的人，一直到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發現哦，原來我們其實花蓮很特別，跟其他地方不一樣，其他地方可能有客家莊，然後有全部都是閩南的，在我生長環境裡面，就大家都講的各自的語言，然後開始會覺得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然後漸漸去尋求所謂的族群認同之後，就覺得其實我應該是客家人，就是我想要為我的這個族群裡面能夠做一些跟別人不一樣的事情。大家現在會推動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創意啊，然後一些原住民藝術，大家紛紛在重視在抬頭的時候，我會想，那我們花蓮的客家文化的創意在哪裡？那特色在哪裡？也因此才會覺得說，在這個客家的一個理念裡面，想要再去生根，然後想要再去尋找所謂的自我認同。你自己本身是花蓮哪裡的客家人？我們老家在瑞穗。咁你這個喺前完的客家文化時間，你這個喺用嘅前，譬如說你是怎麼去開始去回溯你自己的客家身份跟客家文化？應該是說，我們從小長大的環境裡面，沒有聽到一直都在講客家話。可是我媽媽和我外婆感情很好，我們從小就聽他們在講客家話，你就會覺得哦，久而久之就覺得這是我們習慣的語言。那媽媽其實他們是從楊梅那邊嫁過花蓮來的，然後花蓮那邊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外移到花蓮，然後形成一個小的，就是客家人偶爾遇到這個客家人就互相寒暄，然後就他們都講得熱火朝天的，你就會覺得說，這是我熟悉的，然後是我覺得有認同感的。那長大之後開始去漸漸認識所謂的客家族群的一些文化概念、遷徙啊什麼之類的，就會覺得對這個東西特別有感覺。那在這個期間呢，像西部這邊有一些所謂的像藍染啊，一些客家藝術、一些客家文化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們東部呢，那我們東部的特色在哪裡？那我就從我自己從小到大長大的環境裡面去找所謂的藝術跟文化的認同。那機緣巧合之下就認識了，就是所謂的客家產花。那我剛剛也提到，其實像我們生長環境有原住民、有閩南人、有客家人，但產花在閩南裡面就講春阿灰，那其實也是跟我們生活的環境都會息息相關接觸到的。後來就慢慢去了解，然後去溯源之後，就覺得哇，好有意思的一個藝術哦，因為它其實代表是一個台灣文化的變遷，還有時代的演變。那越了解之後，就越覺得說，我們新的一輩的藝術家是不是能夠用我們的能力，不同的方式去傳承它，然後講述不同的故事。咁係咪同人哋觀眾朋友睇過是同說明一下講，我哋講好龍人嘅產法，好我哋講春阿灰，同我哋客人嘅傳統嘅產法講，有乜嘅無窮樣，啊同時用色有乜嘅無窮樣嘅地方？
早期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哈嘎散发，都是听到的纯花会比较多，因为就是在喜庆的时候会插在新娘头上的红色花。可是其实客家人更有意思，因为客家人很勤强嘛，大家都知道，他们会把所谓的这种残花呢做成供花，供在神明桌上面，很漂亮、很漂亮的一幅。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常常去替换鲜花，就用手工的方式缠出很鲜艳的花朵，然后放在神明供桌上。那甚至在比较有钱人的家里面，像他们那种八角床幔的那种细床幔的袋子，他们也用残花做了一整串的，就是残花的服饰。他们可能做出鸟兽，然后一些吉祥的寓意，然后是五彩缤纷的。那它跟闽南的纯蜡灰比较不同的是，纯蜡灰通常都只是做法事，然后喜气用红色为主。可是客家人是把它应用在所谓的生活里面，生活的装饰。法师以外呢，也有一些装饰的一些图腾，然后甚至像以前小朋友会戴那种老虎帽子，它的须须、它的鼻子都是用客家缠花的方式去缠的，然后五彩缤纷，是结合刺绣变成有点立体的样式。安尼谈风的等于如果我的客家的传统的产法的工法，它的应用是比较多元的。对，可是真的是比较可惜的是，真的是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之后，我们反而很少看到它了。它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时代的演变，我们早期台湾是不是变成一个代工社会？包含像我小时候，我都看过我妈妈做那个塑胶花，那个手工嘛，把它叠叠，然后做起来就是一朵很漂亮的花。因为这个东西的出现，所以渐渐就没有人做所谓的残花。因为早期的农业社会，大家都是用手边现有的材料，以前那种绣鸳鸯枕头的那个线，大家记不记得那种粉红色，上面还有那种丝线，就是用我们所谓残花的线，然后绣的那样粗很立体的。妈妈他们想要让小孩子嫁得很喜气，可是家里没有钱，买不起金银珠宝，又希望喜喜气气的送子女就是很福气的状态，他们就用手工的方式找厚的纸板，然后用那种线去缠，然后甚至那种发叉都不是像现在那么金属梳，就牙签绑一绑，可以插在头上，很喜气的意喻就出去了。就是塑胶花泛滥之后，其实代工业取代了我们传统的手工业。那现在这种残花就很难被留存下来。那包含我现在在看所谓的博物馆，只有南洋博物馆和金门的博物馆有看到所谓的残花，但是也不会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么鲜艳，因为丝线的关系，它本来就是不容易保存的。那它又是应用性的，所以我们在传统博物馆看到的都是已经颜色褪掉，然后有点破损，大家就想看不出这什么漂亮的地方，那也是很可惜的一个点。毕竟没有办法像塑胶花那样，你摆100年都长那样子。其实，在那种物质缺乏的状况之下，真正有那些手工的产法来讲的话，其实还算是做爸爸妈妈的归胎的祝福了哈。但是呢，还有天然问题来讲，因为其实像安尼的东西吼，按讲第下的客家产法，已差不多5、60岁、6、70岁。但其实那差不多欣赏率高唔咯。现在会的人或看到的人真的很少了，就是连我都是真的去找才找得到。那但很有趣的是，因为像我现在是在所谓的职训单位教这种传统工艺，我会遇到那种50、60岁妈妈跟我说，我结婚也戴这个，我头上也有，然后就很热情的跟我分享，就是早期的他们的那种样子，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真的就像主持人你讲的，他是很祝福意味的，大家都会很珍惜的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它是那个年代真的手工去慢慢的做出来的，现在真的很难看得到。可是我们要欣赏，如果还几多位我的妈妈给的慢慢的去教你，就是说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然后它保留下来的那个时候的原物，然后你再大概去看它的技法是怎么样子，是不是？其实到我们现在只把技法去应用，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因为它需要的都是很简单的原材料，然后很扎实的手工，就是妈妈都觉得好厚眼力，因为我们的线是很细一条的，然后去慢慢的缠附整件作品，所以就像以前人家会绣那种就是很绣的很漂亮的花，然后很漂亮的枕头，那其实残花也是一样的，它是代表了你一针一线，然后慢慢的一个缠满祝福的寓意。那以前他们拿来其实真的很难保存，因为我们看到早期留下来都很难很完整，一个是早期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材料，那大家就是用有的东西去弄，那现在的线或什么之类也都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可以做得更紧实，然后或者是更鲜艳。各种观众朋友看到今天节目时，你都发现到讲，唔单止喺我哋嘅欣赏嘅神风，还有我哋神风留有啲我哋讲客家嘅传统嘅产法，
但是唔会想到讲，也要花头多了很样做出来呢？其实伊也要原理过简单，伊都用一啲剪纸剪出一啲，譬如讲花的样最慢都用啊的修线，你慢慢来缠上去啊。有时间会喺上面修发啦，修下的东西，等于如果伊喺把啊的剪纸、修线还有修发也三个无同的工艺掺放了。但是呢，其实也系啲规划原理的工作。可是对我哋来讲啊，譬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这样子，它其实是个剪纸啊、缠线啊，然后甚至有些是算是绣花的工艺去把它结合起来的一种艺术嘛。那对于一般的初学者来说的话，它其实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自己做过，真的是，我光看到要把它弄成那么小的剪纸，我光剪那个形我就剪不出来了，更不用说。在缠绕过程里面，有时候你要梳贴太厉了，你就会把那个纸又缠烂了。对，缠烂没有错。可是从你在缠的过程里边，差不多一对初学者来说的话，他有什么样入门的方式吗？我觉得最前提就是要有耐心。就是以我来说，我当时在学这个缠花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是做金工的嘛，金工其实需要的手力要比较大，因为我们做的是金属，要锤、要敲、要锯，手要很大。当你换到变得你要捏纸的时候，哇，纸都被我捏得烂烂的，然后你用力也不对，不用力也不对，一用力纸就变形，然后不用力呢，它就线就一直脱落，一直脱落，所以。要有耐心，真的，其实要有耐心。你讲说这个技法很难，其实没有很难，但是你坐得住，然后花得了时间去慢慢的把它缠复，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静心的，就像编织一样。它虽然动作一直重复，但是它在你每一个重复的动作里面，它要注意的细节也不能少。那我觉得要有耐心，就一定可以做得成。那以我自己在做缠花教学来说，我们也遇到很大的年龄层啊，那60、70岁的啊，然后到10几岁的啊，他们有的眼睛也看花花，就说老师我都看不清楚了，线到底有没有漏？我说没关系，线换粗一点，一样可以缠。就是你有耐心去做完，你一定会收获很漂亮的花朵。那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那个剪纸这件事情，剪纸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花型的基本。你剪得不好，你就缠不上去；你剪得奇奇怪怪的，缠出来就奇奇怪怪的。所以我们在教学，我都跟学生说：好，前3天做不出来是正常的，请不要沮丧。后3天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哦，花一朵一朵的开这样子。看到今家观众朋友，我感觉到讲，也要传统的客家缠法，到底係谈好来嗰種佢簡單，但是做好來嗰種有些難。但是你到底係簡單還是難哦？休息一下，下一段節目我同講。翻返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花蓮嘅楊開祖先生同我哋小姐講，伊係樣嘅去接觸到我哋嘅傳統嘅客家纏法。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佢明年帶來幾多作品嘛，但是我想請問一下，呢啲作品對你來講嘅話，差唔多要1個月時間都可以完成啊？看大小件，看大小工作係。對，如果像譬如講，人家上面也要算是我哋呢後山的精選嘛，從入嘅作品差唔多要花很多時間去完成。其實它花的時間很長，因為我們要從打板開始，因為我們傳統在做所謂的纏花的版型，其實是很基本的一個形態。但是你要把它演變成更擬真或者是比較獨特的樣式的時候，你可能光從打板，你就要花很多時間去設計、去除錯。當然，你打板完，然後確定型都可以纏了之後，你纏可能時間是5、6個小時不等。對，那到完成組裝件大概就5、6小時，所以一個比較豐富的花樣其實蠻花時間的。那如果只是比較基礎型的小花樣，可能1個小時可以完成，所以還是回歸到作品本身的設計和你想要呈現的質感。一部分呢，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睇有一步一步講啦，因為其實可能談到入邊觀眾朋友還是唔知講，比如講你這個神通帶一個花來講嘅話，唔同講打板係打什麼板？我們在製作所謂的纏花的時候，會需要一個紙，那個紙呢，就是完全你從無到有去剪它的形，就是花的整個形狀。那每一片花瓣、每一個葉子，你需要借由紙去打出它完整的形狀，然後剪出適合的形。
剪好之后呢，再用丝线去缠缚它，缠缚完整之后，再做一一的组装结合。故事等于讲，你这个看到我今天看到米的法用来讲的话，它的本身就是先要用一个厚纸板去做一个版型，然后可能每一片的花瓣是不一样的，然后完了之后再用丝线去慢慢的把它缠上去。可你回头来讲，你光缠那个丝线就要5-6个小时啊。对，要看花的难易度。它是缠1层就好吗？还是说它可以要缠到2层到3层？它缠的不是层，就是我们传统用的丝线。那个丝线呢，是它的其中一条丝，对，然后慢慢的缠上去。所以其实它要缠完整件作品，需要很大的耐心，然后把线很缜密的排在一起，排出整个面状都像绸缎的丝感。故事等于如果一条线一条线，我那个把过一圈哈，然后等于就是像看起来就像一整片的那个丝绒，那其实它是一段一段的去缠过去的。可是对于一堆比如说我们初学者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到那么粗的线吗？那么细的线吗？因为其实有的细的线，你真的要把它缠完一个面的时候，要花好多时间。是，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会换比较容易使用的线，然后它呈现的质感虽然会比较粗，可是完整的排列整齐之后，其实还是很美的。那我们常常在讲，其实学缠花工艺，它本身是一个艺，它材料都是可以改变的，然后技法学的是那个技术，技术学起来之后，你今天要换麻绳缠，你现在要换那种童军绳缠都可以。但重点是，如果你不熟悉它整个技法，你就算换了不同材料，你也是不会使用。我想我应该会选择用童军绳缠吧，因为缠绕的那个次数不用那么多。好，但是我们今天有看到讲，其实我们呢，我们欣赏有带来过多作品哦，但是有一部分呢，还以这个的1000钱。有一点我们说穿越台湾时光的线这个一个所谓的展览的一个作品，一部分还没显动完的观众有收该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展览，尤其在疫情前？因为其实哈嘎产法它本身是一个我觉得很代表我们台湾历史演变的一个东西，它就像我们提到说，它在早期的一个农业社会里面代表的所谓祝福的寓意，然后到现在其实它已经变成是工艺品、艺术品了。那它经由了这些时代的演变，也代表我们台湾从早期农业、制造业到现在科技业起飞，那它慢慢就式弱了。我觉得能够借由这个展览，让更多人发现哦，其实台湾不是只有那些知道的一些艺术，而是在丝线上面，我们也有自己独特的工艺。那缠花它本身又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只有像台湾，然后甚至大陆那边也只有厦门跟福建有，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冷门的手工艺。我们借由去溯源之后，觉得如果可以借由这个展览，大家知道说缠花的演变，甚至它未来的方向。我们从早期，缠花的样式就是只有妈妈戴的、婆婆戴的、新娘戴的那种样式，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跟日式的一些菊球结合，然后跟那种欧美的那种像是很美的框架，然后做成了装饰品艺术，然后去做不同的结合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缠花的创作跟发展性很大。那我也觉得用这样子的展览去代表一个台湾的特殊性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其实天伦时代进步地步，以前的嘛用来祝福的话，其实都今天来讲变成一个最好的工艺品。它几乎就是一种所谓的工艺品，甚至是一个艺术品的展现。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幅图啊，这个也中间三很当初给穿越台湾时光的线的时候的一个作品嘛。可是这3个作品看起来其实是比较属于传统的一个样式，为什么当时会用比较传统的样式来去代表呢？其实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是放了所谓比较早期的样式，那也有放比较后期，包含说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有结合像欧美那种蜂蜡类型的，然后还有做一些比较欧风类型的。我带了比较传统，让大家可以知道哦，传统型其实它是长得是怎样，比较可以看到就觉得哦，我们以前长得就是这样子。那什么新郎新娘戴的胸花也是手工做的，然后头上放的。那台湾其实整个从早期到现在，大家去从以前的时光，很多人已经没有看过了。就像前面这个新娘头花，现在的新娘都穿白纱，已经没有人穿那种红衣服了。但是我们也可以配合现在的新娘做比较漂亮的白色的一个那个头饰，然后也很能够代表喜庆的意义。而且各种人也是会想到讲吼，
这种用金刚来形容上面的法，是她的闺蜜缠出来的，而不是说我们去买的花店的花，看起来是很漂亮。假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新娘头上的花，或者是她的捧花，是由新娘的好朋友真的是去学，然后做出了这个捧花，对于新娘来说的话，我觉得那祝福的意义其实是更大的。就是像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为什么希腊人他们很喜欢买床单？因为早期其实他们就会为他们要嫁出去的女儿去准备很多的床单，尤其早期没有那么物质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之下，他们就是一群婆婆妈妈真在那边开始用蕾丝在那边绣床单。其实每一张床单都是他对出嫁女儿的一个祝福。所以说你刚刚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刚刚个头发吼，只是讲啊，还一百可以讲，比如你的闺蜜帮你做一个头花。那种祝福的感觉其实是更棒。可是看前面在前面嘛，看到嗰种看放了像金工的一个工艺品，它也是我们的客家产花吗？这是我用客家产花的技法，然后转变成所谓的金属珠宝工艺去创作的东西。因为其实为什么像我刚刚提到说博物馆其实都很难被流传，因为丝线的关系，它本来就是容易破损，然后甚至受到光，然后颜色变化。那我就想，那么漂亮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改变材质，让它更漂亮的保留下来？所以我用了精工的手法去呈现所谓的丝线工艺，然后去编织、去排线，那做出传统的样式出来，希望用这种方式它可以流传百年千年，因为珠宝动不动就是100年的珠宝设计，然后东西都可以流传非常久。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保留我们客家的文化呢？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出来的作品里面，它缠的是丝线吗？还是金属线？纯金属线哦，纯金属线是硬的。可是等于因为很多人讲还丝线嘛，而且讲唔错啊，丝线可以呈现出这么金属的光泽。可是以这个本来的金属线。可是金属线会困难控制吗？会，因为我想要呈现的是它的质感，但其实金属线和丝线不一样，金属线它会有记忆，所以你没有办法说缠过再回来，它一定会有痕迹。然后你要把那个金属线处理到一个很柔韧，然后你要去掌握它的力道，才能够缠出那种整列排密，然后很柔软的感觉。可像这个从当初，我想到讲，用安的一个技法去呈现珠宝的一种特质呢？我本身是做精工珠宝嘛，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摄取不同的一些工艺，你会增加你的创作的想法。那另外是因为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刚好得到客家的那个创新创业文化奖，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在工艺上面的创新能够怎么样去延展它，或者是延续我们所谓客家文化的艺术。那也就给了我一个这样发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精工的方式去呈现，然后变换它的材质。但其实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测试，然后去解决它那种硬跟软之间的感觉，然后包含把它的形塑更完整化。那也花了蛮多的时间，一直到近年才觉得，这作品越来越趋近于我想要呈现的感觉，然后甚至可以有多一点的应用跟变化。那当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工艺品，它变成珠宝的时候，第一个它在价值上面的改变，然后可以保存性，也都会变得更平易近人。可是我们发现到讲，其实我们可以做欣赏哦，伊唔单止去学习不同的等传统的客家产法，同时伊嘛把我们客家产法的技术。加上了以这个本身的金工的工艺技术，去创造出一种新的时代的产品。休息下我等下我同我同讲，伊得到哪个奖？休息下我就马上过来哦。翻过来，复起来的，上节目我哋来自花莲的杨贵族先生，同我哋说明讲，伊一样会把我哋传统的客家产法变成我哋金工的工艺品。好，先生，我想问一下，因为头先你这个有讲到讲，伊这个嘛得过我哋的客庄青年的我哋的研究发展奖嘛，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也得到我们的经典设计奖，那是哪个作品得到经典设计奖呢？是前面那个有玉石的，我们是用花莲的花莲玉，然后呈现我们花莲的一个风景的样式。那在饰品设计上面就得到了一个奖项。那这个也同年得到了就是
去年得到了所谓的台湾绿工艺的一个设计发展。那其实它这个东西，我是希望我们在所有的创作里面，不单单只有文化，也有在地意涵。所以包含我们的残花创作，其实像我带的金萱花，也都是把家乡的一个特色融入在设计里面。所以在看到作品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成长蕴含的养分。没错，其实等于讲，每一个作品里边啦，唔单止有技术的层面吼，同时有文化层面。就像头先生讲的，其实因为文化虽然讲睇下的中国的沿海啦，同台湾那会有，但是加合拢啊，能更加，比如讲这个花莲，那的风景还有要文化地方，只是呈现出来一种作品，它完全冇可用。啊，那地讲其实你这个睇11年的时间，我有的展览，系咪？睇去年的11年有的展览，啊，现场嘛有你这个当初嘅展览的两个作品，你们同咱广东话说嘅吼，迄两个展览很用的一个展览的形式喏。我们这次其实就是把这2、3年就是都有在花莲学习残花的学生，那我们一起筹备了一个展览，希望把这些残花的工艺借由展览的形式，可以让更多人看见。所以大家都以就是比较大幅的创作为主，包含像这样子的一个梅花，然后牡丹，然后还有我们带到的那个就是玉兰花，都是我们在地花莲的一个特色。那每个作品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在里头。那包含我这次的一个主要设计的一个是台湾阿嬷的白色的兰花，它其实就代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我阿嬷她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小花园，她就是很细心的去栽培它。那到我后来再开始做残花的时候，我去查这朵花原来是台湾特有种的一种兰花，那我觉得很代表台湾，台湾就是兰花的王国，我们就借由我们的工艺去呈现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跟特色，而且也很不满意的故事。对，好，等于讲，伊唔单止系看到迄的作品，一作品后尾其实有你这个阿婆的故事。就像今仔我带来2个作品一样，就同样讲，伊哋没有办法嘛，哈，伊哋喺我哋咧冇办法。但是你看它的整个呈现的方式，其实就像一个艺术品了。它已经完全跳脱出去刚刚所看到的，我们传统的我能讲客家产法，可能只是用来喜庆的时候用啦，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一个生活上的配饰。但是你今天看到的2张照片，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好，因为它装了框之后，它就像一幅画一样，只不过它是用残花的一个技术做出来的。从这个来讲的话，你还没有去参加很多的市集啊？早期在从事艺术工作的时候，都是在参加市集，然后跑遍台湾，像包含春浪啊，然后台北很有名的红楼那些都去过了。但是到后期的时候，会觉得，市集也越来越兴盛，大家都在摆摊，都在做市集，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才慢慢的转做所谓的深度的教学，希望让更多人真正的会这个工艺，而不是只是认识，而是可以留下一些什么。那也近期都在这几年，其实都是在所谓的职训单位做教学，不论是精工的教学，或者是所谓的残花的教学，做一些文化创意的生根，让更多人能够利用自己的能量，或者是大家生长不同的背景，去创作出不同的作品来。虽然观众朋友啊，在现场以这个讲吼，已经啊大部分效率摕去教书啦，吼，摕创作产品，但是你这个唔对吼，一般开民宿呢。我就想问一下，你都按摩下人都这么开民宿哦？开立民宿是因为希望能够让来花莲的旅客呢，可以更用不同的感受去体验到花莲的生活，可以看到花莲的工艺品，然后也可以感受到花莲的一些人文特色。那我们的民宿也结合工作室去做一些体验 DIY 的活动，大家除了就是来欣赏美丽的风景以外，也可以自己带一副自己的工艺品回去。可是那么开民宿不容易耶，你那个当客人走之后，你要开始去洗床单啊，整理那些，然后还有那个，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吗？当然我是有一个很好的帮手，我们一起去经营这个环境，就像做我们现在的展览一样，也有一群学生愿意我们一起做这些东西，都不论是做所谓的公益，或者是说做民宿，我们都是需要很好的伴侣去支持，然后去从事这个工作，把它做得更完善。对，如果实在是生发底部会越来越丰富了哈，以前都这么好产发，然后做产发，而家开始搞好。然后开始开民宿去分享到他个人可以向下来睇民宿地方，去向下做一个传统的客家产法。但是这个会妨碍你继续做创作的一个时间吗？
当然，时间上面是很有限，可是其实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些吗？然后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给其他人，不论是工艺品的分享，或者是像民宿，甚至我们做展览，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能量去跟其他人做连接，去做分享。那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景刚好，以前会想到哇，安讲的的产法哈，但是我请问一下哦，假如我真的想学的话，有没有入门书可以告诉我们呢？我们其实筹备了，就是工具书也筹备了一段时间，那刚好借由我们这次2023年的一个展览，我们把从以前到现在基础的入门的方式，我们用了工具书的方式去呈现，然后有一个东艺思锦的一个入门指南。因为其实台湾很少有所谓的残花的工艺，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工艺，我们知道说，不论是精工，不论是像车布，然后或是皮雕，他们有很大量的工具书，让大家可以去收集到，即便你没有在这个环境，都可以学习到的技术。我们也在想，什么残花的书好少，根本没有几本。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我们有限的能量，然后去出一本工具书，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用这种材料，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做出这样子漂亮的花。那也希望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即便没有来到花莲，然后学习这项工艺，也可以借由书本去认识它这样子。所以说这本工具书它就是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基础的方式开始去学习吗？是，然后也有介绍一下说哦它的来源或者是它的起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我们从早期的起源，然后到每个步骤残花的每个步骤去讲解，然后到你可以做出传统的形态，然后甚至复合的形态都可以完成。可是讲到景家吼，我都发现到讲，节目会开始你就讲，因为你身为一个客家人，尤其是在这样子花了一个多元的环境里面，你开始去寻找自己一个文化的根的时候，你就接触到了我们的客家的传统的残花，一直后来慢慢的把自己的工艺的精神技术给加进去之后，产生了现在不同的一个层面的东西。那对你来讲的话，那传统的客家产法对人印象有乜改变吗？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如果我们借由这种工艺去呈现，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发现，其实在客家的美有不同的多元化，然后也可以更多的去融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那它这个文化就不会被断掉。它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到，而不是只是语言，而是穿着，而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包含我们这本书也是希望说，大家知道原来客家的工艺不是染布，也有不同的像残花，然后这种技法，然后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它之后，可以被流传下来，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其实我们客家的传统文化里边，不单这个人一样，然后我们的穿着、我的美食，其实我们客家的工艺品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少被提及哈，因为其实，在很多汉文化的一个工艺品里面，容易说这个竹席可能跟其他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其实睇下底部你会发现到讲的呢，传统的客家产法其实很冇同样的。咁对于未来呢，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计划？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有多一点机会把这个工艺去生根。那当然，其实今年出这本书也是因为觉得自己在问自己说，能够为这个工艺还留下些什么？就是只是做展览吗？还是说能够留下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那所以才花了1年多把这本书完成。那在未来的期望，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步入到小学，然后更降低年龄层去介绍这个东西，让大家有机会说看到这个工艺的亮点，然后我们也代表我们自己客家的文化，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做出不一样的特色出来。对，如果可以用教学的方法，把亚威一种传统的技术可以推广给更多的人，包括是小朋友，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技法去了解客家残花的一个特殊的魅力。但是我想问，因为其实也有一个算是还是有一点技术性的一个工艺品哈，可是你认为差不多1斗cc你的是适合去学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吗？其实很适合我们刚好这次也有就是高雄的国小，他们把我们的作品放到他们的美术教材里面，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一定要有机会认识嘛。那我们像到国中也有所谓的这样家政课或者是美术课，其实这个东西你只要耐得住性子都可以完成。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在不同的领域去接触之后，他们对于这个东西会有不一样的发想，因为
他们的成长环境跟我们也都不一样了。也许这个东西在他们的手上会变成更不一样的特色。沟通鸦片的话，真的我想到会不会有人就把它做成一个卡通人物啊？因为其实你刚刚说就是剪一个纸板啦，然后把它缠上去嘛，所以说，说不定他会剪一个他喜欢的卡通人物，然后缠起来，而不是我们传统的样貌啦。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所谓看到立体的产花工艺师，他们做的就是比较传统龙啊、凤啊、孔雀啊。可是包含现在技术的更新，像有像3D 列印嘛，也许以后就会有不同的形态，甚至建筑物都有可能用这样的技法去呈现。没有错，没有，因为其实现在是天的石头会进步嘛，每一个你好的东西都没有，可是。技法只要没有断、没有变的话，其实你到时候呈现出来的样貌真的是完全没用。但是呢，我很希望听捏提防呢，因为你刚开始有提到，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小朋友那一部分可以去不管是国小啦、国中啦，我们都可以在他们课程里面去让他们认识到所谓的传统的客家产花。可是我有想到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关怀据点。就是我们老人家的关怀据点来说的话，因为你上头种关怀，其实几多位啊能够太人啥了关怀法，以真正可能眼看是有看过啊，对不对？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有看过，甚至他结婚的时候真的有用过。所以说，假如这样子的技术也可以在我们的不同的关怀据点去推广的话，其实对这些人来说，他可能曾经是接触过的哦。其实，在花莲，因为我们已经教学很多，我们也有遇到，就是他们也是学习之后回去在老人中心教，然后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就有看到，他说：“这是我们老人家做的哦。”然后他们就把花放大嘛，然后一样就是做那个把花放大，对，然后其实这样子也是一种呈现很独特的美感，所以我觉得缠花是很适合各个年龄层的人去学习的工艺。但是在学习这个工艺之前，其实要更认识的是它在客家民族里面它的一个意义存在，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可是这种缠花太少人看到了，你很难跟客家文化的连结想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论在学习这项技术或在教学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告诉大家说这个根在哪里，那它起源在哪里。当你知道它的起源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去认识这项工艺。看到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其实也要客家的传统的缠法，虽然讲其实几简单，你的纸片、你的绣线，慢慢的缠。做起的时间也一条线一条线缠出来的太阳纱，对我们生意的一种祝福。但是更加来讲的话，也一条线一条线，还缠出来的客家文化无穷样的路。今过感谢我哋快速欣赏，我现场分享按照安精彩的故事。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喎，都聽下啲欣賞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傾讚，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